好，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即摆学生当咧吓热，学校无啥人，这个校园煞变做山沟的游乐场。讲森林，有几若间国中甲国小拢去用山沟来入侵，40-50只山沟走到学校去佚佗，甚至是随地来大小便。到底要开学咯，都惊这山沟会来影响到学生的安全，所以放炮啊要甲因赶走，但是效果无好。目前考虑要伫附近架设电网来阻止山沟来挖进。族群在这边。高母抱高囝，就坐伫停车场涂骹，后面还佫有一只，到处拢是四界乱撞的高山啊！这毋是动物园，是森林的校园。这个都是猴子大便，也很多啊，里面很多。森林真侪学校，无论是国中、国小，拢有规定的高山啊，总共50只，真侪还佫是高母带高囝，毋若是随便大小便，有时阵还佫会偷食学生的午餐，甚至还佫甲这游戏区当作是家己游乐场，附近民众的农作物甲财物拢被破坏。放鞭炮赶猴子哦！听到炮声，这高山啊，佫知影甲耳仔暗咧，闭伫树仔后，佫无偌久又佫走出来，安怎赶拢赶袂走？暑假就特别结束啊，校方惊这高山来影响学生的安全。差不多在早上7点多一直到9点，这个部分大概台湾民友会分布在我们这个通道这个周边哈，对上下的一个民众、山友或者是我们的学生，就是跟动线上会重叠。校方特别提醒民众，若是拄着这高山啊，一定爱记哩，唔通挖近，嘛唔通摕物件好食。即马加强甲林务局沟通，希望伫开学进前，都会当伫学校的四周围设置了有电的围网啊，来吓惊因，阻止因挖近，唔通互校园变成高园，影响到安全。